个时候这个老人家他的气才慢慢消下来，所以啊，富贵人家跟这个仆人呢，就是跟他致歉嘛，来跟他敬一杯酒啊。那因为老人家他黄酒下肚啊，好，马上就觉得酒醉啊，然后就马上吐出来，结果啊，他就吐出一条蛇出来了。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心念的力量是多么的那个哦。所以说我们的心念可以决定说我们如何，这个很多我不太会讲，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根基、佛缘，还有定念，还有我们的心念，愿力，会决定我们将来的造就是在哪里。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心是在道心还在理性的话，那将来我们这一点真理我们就能够回去如己如天。那如果说我们的心只是在于人心是在细性的话，那顶多我们是做很多来世福报，可是我们也是必须要接受轮回的命运。那如果说我们都是以利为先的话，就是血心啊，直性的话，那我们就是将来就是在畜生道、恶鬼道啊，就是在四生六道里面轮回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既然要向天学习的话，那天有分道那个理天、气天、向天，那我们的心念告诉我们的方向就是要朝着哪里哦。虽然我们今天来学习圣贤嘛，就是效法大人啊。那因为我们这个圣人之学，它本来是我们自信本具足，不用学习的。但是我们人若红尘啊，我们受这个气力和这个物欲所逼所拘，因为我们在这阴阳五行之气有男就有女，有分别就有对立执着啊，所以我们都会有痛苦烦恼啊。所以呢，我们自信都不能够明亮，不然本来我们的自信就是很圆满的、很美好的，就像仙佛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人世间，受这些气病、物欲所逼，所以我们必须透过我们后天的学习，就是要来修道，就是去脾气改毛病啊。所以孔夫子老子也告诉孔夫子说，为人师表就是要去之交气，跟那个不苟言笑就是要告知孔子他也是必须要接受这些的修道的功夫啊。然后后面接下来说，在明明德这个或许在学习一些。那如果有讲了文不达此之处，看各位贤贤多多包涵，或许会再精进加油。然后如果没有从不断的训练的话，那就是没办法成就自己嘛。跟大家学习分享，谢谢。